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6月3日啦。今日係星期三，係農曆嘅4月18日。嗱，今日呢，就係原來係紫微大帝聖誕，同埋呢華佗仙師嘅聖誕喎。咁啊，趁住今日華佗仙師誕，咁啊最好呢就去拜一拜華佗。假若你身體有咩地方唔舒服啊，或者嗰啲長期病患嗰啲人呢，今日去拜一拜華佗仙師呢，就希望能夠保佑你身體健康。如果你仲懂得去捐款贈醫施藥嘅，我相信好快就會揾到個好嘅醫生，咁啊藥到病除，咁啊可以身體健康啦。咁啊不妨去試下。嗱，睇下今日咩日子先？原來叫做戊申嘅土馬騮日，就生1968年嘅人呢，就叫戊申土馬騮啦。咁今日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馬騮呢，仲要同老虎相沖，就沖一隻呢叫做壬寅嘅水老虎，就生1962年同埋2022年嘅人呢，就叫壬寅水老虎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呢叫甲寅嘅木老虎，就生1974年嘅人呢，就叫甲寅木老虎啦。咁今日呢，沖老虎之中呢，呢隻木老虎同埋水老虎呢，就比較嚴峻嘅。咁因為佢天克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嗱，相沖呢，通常呢，容易呢有突發嘅事件發生嘅。咁喺人事上方面呢，特別多摩擦嘅。咁啊，容易發生意外啊、破財嘅。咁啊，馬騮同老虎相沖呢，通常係走動多啦。咁啊，身體方面容易筋骨嘅受傷啦，尤其是係車禍，特別要注意啦。所以呢，今日揸車嘅朋友同埋過馬路嘅朋友呢，特別小心交通意外啦。嗱，逢沖呢就必動嘅，所以呢，我建議呢屬馬騮嘅朋友同埋屬老虎嘅朋友呢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，贈醫施藥啊，做多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布施啊，將自己運程提高佢，希望可以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30位呢就喺南面喎，咁南面呢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，因為呢，今年嘅南面又有5黃啦，今日又係30位啦，所以特別要小心啦。尤其是屬馬嘅人就更加不宜動土，因為南面呢係馬嗰個方位嚟嘅。嗱，今日有2個時辰特別要小心嘅，就係早上嘅3點到5點嗰個甲寅時，同埋晏晝嘅3點到5點嗰個庚申時，特別要注意呢2個時辰啦。因為天克地沖㗎嚇，要特別小心㗎。咁呢，如果今日想催財嘅話呢，最好喺咩方位呢？當然就喺北面啦，因為今日財神就喺北方嚟嘅。咁啊，用乜嘢時間催最好啊？咁啊，梗係揾個財神時啦。咁今日嘅財神時喺邊度呢？今日財神時就係早上嘅9點到11點嗰個巳時啦。就係今日嘅財神時，咁又係一個6合貴人時，係非常好嘅時辰嚟㗎，不妨大家多啲利用啦。好啦，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先。原來係屬牛、屬羊、屬兔、屬蛇、屬鼠、屬龍，都係今日幸運嘅生肖嚟嘅。咁佢究竟有幾幸運啊？哦，原來屬牛同埋屬羊呢，就有天月貴人去扶持嘅。咁如果屬兔呢，就有天官貴人去睇住嘅喎。咁啊，至於屬蛇，咁啊有6合貴人啦，同埋有財神爺睇住嘅喎，都唔錯喎。咁啊，至於屬老鼠，就有3合貴人啦。咁啊，龍嚟講呢，又有3合貴人同埋喜神去睇住啦。所以呢，今日呢，最幸運嘅生肖都係屬牛、屬羊、屬兔、屬蛇、屬鼠、屬龍，都係非常好嘅幸運生肖嚟嘅。嗱，記得啊，如果想逢凶化吉呢，最好嘅方法呢，就係多做善事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嗱，記得你所做一切嘅善行，
終將都回到你自己身邊㗎。大家多啲做善事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。